嚟到我哋今日英皇娛樂25週年呢個大型嘅生日 party， 多謝你哋。作為英皇娛樂元老級嘅藝人啦，咁其實我都想介紹翻一下自己嘅。大家好，我係1999年出道嘅容祖兒，你哋好嗎？入咗行今年係第27年啦。其實我好想講嘅係，公司俾咗一個事業嘅起點我。其實除咗事業嘅起點，亦都係人生嘅起點。今晚我所唱出嘅每一首歌，包括啱啱唱嘅越唱越強，或者嚟緊之後嘅每一首歌，我喺 rehearsal 嘅時候，我站喺啟德呢個大舞台裏邊，我好大嘅感覺，因為每一首歌我都會諗起好多好多嘅畫面，諗起我第一次唱歌，唱呢一首歌嘅時候發生咗啲咩呢？我嗰陣時當然唔係而家咁樣啦，點解大家會相信我，俾一個咁嘅機會我？所以我真係非常之多謝我嘅公司啦，一直以嚟對我嘅信任啦，同埋我嘅栽培，亦都多謝在場嘅所有觀眾朋友一路以嚟對容祖兒嘅支持，令到我今日有機會企喺呢一個咁大嘅舞台，其實都幾緊張㗎喎，都幾興奮㗎喎，可唔可以俾我聽下？在場一共4萬人，係咪有4萬人啊？45000人嗰個聲音嘅魔力啊！你等我數1、2、3，預備 1、2、3。呢邊嘅觀眾咧，多謝你哋。今晚咧係我哋嘅生日 party 嘅第一晚啦。咁今晚嘅觀眾咧係會得到容祖兒嘅快歌，唔係作嘅慢歌，係啊，聽日係快歌，咁所以有邊個想聽快歌㗎？咁啊歡迎
迎你哋聽日再嚟啦，好唔好啊？咁今日咧就因為小妹有好多好經典嘅歌想同大家分享，所以咧我就好大膽咁樣咧選擇咗2日都唔同 run down 嘅。咁當然啦，排練嘅時間亦都相對增加啦。但係為咗我嘅公司今日25週年嘅生日派對，我覺得完全值得。希望你哋可以滿載而歸，送俾大家嘅呢一個 medley， 希望你哋鍾意。下次換了令好路邊不再有花，找了他擔心嘅這下要更差，講好一起看我揾到吧有力化，為是應該着笑話，快樂回家會重來，這刻你再忍一下，怎會好無
誰是你？記住我亦有自己堅定，無論你地步，身價亦低過青花瓷器。平衡我自己，只糊塗只於愛情，困在你小宇宙，損失看界世界的好奇。其實誰是你？往日有什麼品味？只要肯遠飛，亦能自創我的手神機。無論我自己，做人目光高過隨心。
最遙遠的一種相距中，明明留戀，然而更輾轉的掛念痛哭，回憶心裏越重越重，卻不珍惜這一次重逢，我的思想將完全失控，逃避你，卻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，而用情的心可天分地愛，逃避你，愛是遙遙遠得很，而我始終不敢靠近，還是不相信能和你合作。如果你曾和我知，哪裏有中意，誰人在錯意，情在我心的深處，不可以停止。逃避你，卻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，而用情的心可天分地愛。逃避你，愛是遙遙遠得很，而我始終不敢靠近，還是不相信能和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其實咧頭先行咗一圈啦，見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啦，都有啲冇乜點見過嘅面孔嘅。我想講，其實在座嘅所有嘅歌迷，其實都係我哋 PEG Family 嘅其中一位家人，因為我哋喺台上面嘅努力，如果冇你哋一路喺台下嘅支持，我哋絕對唔會有咁多嘅力量行到今日。所以咧，容許我喺度多謝你哋。我哋個公司咧有一個好傳統嘅文化嘅，其實我哋真係好似一個家庭咁樣。頭先偉霆話當初佢第一次上紅館係因為容祖兒咁，其實我會覺得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過做新人嘅階段，我又何嘗唔係真係得到好多我嘅恩人、我嘅伯樂去俾機會我喺呢度要再一次多謝天上面嘅羅明老師，佢俾我一個機會，第一次上到去一個好大嘅舞台，喺佢嘅演唱會裏邊，所以我好記得呢種感覺，令到我同自己講：如果有一朝一日我紅咗，我都要做翻呢樣嘢。呢個係一定嘅，冇辦法唔係嘅，因為呢一種係已經喺個血液裏邊啦。我好希望我公司以後落嚟嘅新人都可以繼續努力，發光發亮。咁我哋都雖然入行年紀好細，我哋而家都唔大，但係我哋都會有嗰一日㗎嘛，係咪啊？咁我希望我哋嘅精神可以一直延續落去。亦都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哋公司啦，好唔好 ？Thank you， 啱嘛 ？Thank you 大家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因為呢個地方好大，我唔能夠一一咁樣見到大家，但係呢個感覺好突然，因為你哋每一個人嘅每一支燈，令到呢度好光，令到我覺得我哋每個藝人、每一個家人付出嘅努力都得到你哋嘅支持。咁我會繼續努力啦，因為我相信努力係
係永遠唔會辜負別人嘅。Thank you。咁啊，以下落嚟咧送一首我今次喺呢個 show 裏邊咧，其中一首我覺得一定要唱嘅歌，因為我知道好多嘅歌迷都中意，送俾大家《黃色大門》。嗰邊啊好嘛？你都喺度好耐啦。窗紗外，小島卻無心自發。梳化上，下飯天使共我喝着茶。世間千千萬萬人未明白我，替這位空想加應人。孤單真的不可不能讓我落滿花，還未睡是也我錯。讓那燈能成群行過台面，衣櫃入面藏着花一生兒兩孩長住於身邊。無聊變真也沒那樣遠，生命從未如樂園。也可教我創造浮現，讓那闖着遙無限伸展飛翔，日日雲上表演魔幻現實尋到相交點，在我心房的黃色門裏保存着未錯那顆字。天不上，星星眨眼變煙花。考得難，是前一晚摘了那月亮。我偏許的讓別人視為幻覺，我早知一次不檢查。今天雖即長高了，牆上繼續畫的還是我6歲的我。讓那可能成群行過台面，衣櫃入面藏着花一生兒兩孩長住於身邊。無聊變真也沒那樣遠，生命從未如樂園，也可靠我創造浮現。讓那闖着遙無限伸展飛翔，日日雲上表演魔幻現實尋到相交點，在我心房的黃色門裏保存着未錯那顆字。Thank you， 多謝大家。最後一首歌之前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今日講咗好多嘢，亦都站在呢個台上面咧，好多人感觸。因為一路行落嚟，我覺得好多謝公司陪我經歷咗好多任何人生好大好重要嘅 moment 啦，或者一啲挑戰啦，佢都選擇繼續支持我。但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喺27年前有2位朋友，佢哋好堅定嘅對我嘅信任，決定要簽我喺呢間公司度，好大力咁樣去栽培。呢2位朋友，呢2位好專業嘅朋友，係我老闆楊生
同埋 Benny。我希望，如果你哋覺得喺20幾年裏邊，我所付出嘅努力，係值得你哋少少嘅掌聲，我係好希望呢啲掌聲完全係呢啲嘅所有嘅榮譽都係俾佢哋兩位。多謝佢哋由 Day One、Day Zero 選擇咗我、信任我、栽培我。喺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希望仍然成為佢哋嘅驕傲，亦都係你哋嘅驕傲。多謝大家。有的。